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啊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你有啥物会想要买三星的手机啊？因为有线吗？拍有死好，拍有死好，我死，thank you，我死，你安尼。刚升电动，会互你的人变薄弱啦。没有电动的年代，好对面是啊！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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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老师，2减1是不是1？无对。老师，3减2嘛是1对无？安尼对啊。老师，啊那 x 减 y， 毋着剩一节。Oh my god! Wow! 一场疫情，真侪人拢变成毒子，医护人员变成战士，老师变成主播，家长变成安亲班的主任，就敢若囡仔上爽，因光明正大咧耍手机啊，甲电脑。家长还着搁补一句，爱认真看哦。上神奇的是，警卫啊变成哲学家，问的拢是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。你是谁？你追对来，啊你要去对？读册考试的时阵，一味追求高分，即马才发现，原来零才是满分，零死亡，零感染，零确诊。原来咱有简单的生活，其实就是幸福美满啦。咱一直咧追求。买啥物有啥物，其实到尾啊，拢是一张空。通珍贵的物件，毋是有，你是无忧无虑、无灾无祸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分享一记，顺刷订爱看。有天不每不按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注意啊，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。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救赎的人。領域展開。